800年前，一場驚天地泣鬼神嘅廝殺，燒動咗漠漠蒙古草原，仲未成就霸王偉業嘅一代天驕成吉思汗，面臨佢人生戰場上一次巨大危機。結拜兄弟扎木合反目，引3萬大軍將佢包圍，人困馬乏、精疲力盡嘅成吉思汗大軍竟然無還手之力，僅靠沙山上續續嘅疏疏樹作遮擋。天性殘忍嘅扎木合界70口大鍋，將俘虜活活煮死。一時間，蒙古大漠成為咗人間煉獄。扎木合嘅行徑激怒咗上天，上天派出神馬，神馬躍到成吉思汗面前，仰天長燒，將精血射向疏疏樹根，然後用雙蹄刨出好似神馬生殖器一樣嘅植物根塊。成吉思汗同埋部將食咗啲根塊，神力湧現，一舉擊潰咗扎木合部落，為統一蒙古奠定咗基礎。從此，成吉思汗開始咗征服歐亞大陸嘅時代。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夠打敗扎木合，遠征歐亞大陸，係全靠食咗天神賜俾佢嘅神物玉松茸。咁雖然呢個可以當一個傳說嚟聽啊，咁但係玉松茸作為一種特別嘅藥材，佢的確有好好嘅藥用價值。咁我哋睇下呢個玉松茸嘅形狀咧，係好奇怪嘅，佢係呈一個扁平狀嘅梳形圓形。另外咧，佢基本上喺呢度嘅地方咧，都係長喺地下嘅。佢露喺外邊嘅咧，只有少少嘅花期嘅啫。另外仲有呢個玉松茸，佢嘅葉咧係好細嘅，係肉質樣嘅。玉松茸入藥響中國有1000年歷史，佢嘅形狀奇特，形似羊羹，以國人以形補形嘅傳統，好自然就成為咗男人壯陽補腎嘅上品。所以歷代王朝都將佢列為貢品。大明裏記載，佢可以醫治男子絕陽不興、女子絕陰不產。用現代語言嚟講，就可以醫治男人嘅性功能障礙同女人嘅不育問題。喺《本草綱目》對玉松茸呢個藥，佢嘅功效咧就係補腎壯陽嘅，而且記載佢咧係補而不盡，所以有從容呢一個意思。意思咧就係講佢進補，但係佢並唔會好溫燥嘅。中國男性疾病近幾年出現低齡化嘅趨勢。香港衛生署嘅報告指出，男性喜歡食多脂同埋高脂嘅食物，又少食蔬菜，引起身體過重。過多嘅脂肪又堵塞咗血管，令到性功能出現障礙。此外，抽煙啦、酗酒等不健康嘅生活方式，生活壓力過大，亦都令性功能障礙問題提早出現。而都市中嘅女性同樣出現早衰嘅現象。早衰其實就叫做衰退綜合徵，又叫做未老先衰。咁佢發生嘅年齡咧，男女都係多數發生喺40歲左右。譬如男嘅主要表現喺性功能方面嘅衰退啦、性慾下降啦，或者係陽痿。咁女嘅表現咧就係卵巢功能嘅衰退啦。咁喺平時嘅生活當中咧，我哋注意以上講嘅心理上、情緒上同埋生活起居嘅調節，對於延緩衰退係有好大嘅幫助。另外仲有咧，我哋可以用啲食療或者係藥物嚟進行預防㗎。好似喺我哋中藥入邊嘅玉松茸，佢係一個補腎壯陽嘅藥物，佢能夠調節卵巢功能，能夠解除呢個身體嘅疲勞嘅狀態。玉松茸中所含嘅苯丙醇糖係其他藥物所冇嘅成分，佢係延緩衰老最有效嘅成分。玉松茸對人體下腦垂體、聲線、胸腺等部位嘅老化均有明顯嘅延緩作用。咁所以玉松茸呢味藥，由於佢有補腎壯陽嘅作用，因此咧臨床上用於治療男性嘅腎虛嘅陽痿啦，同埋女性嘅腎陽虛嘅不孕症同埋月經不調嘅。另外咧，玉松茸呢味藥，由於佢能夠調節內分泌，所以佢有好明顯嘅抗衰老作用嘅喎。此外，玉松茸仲具有潤腸通便作用，因為佢能夠顯著提高小腸推進速度，縮短通便時間，同時對大腸嘅水分吸收亦都有明顯嘅抑制作用，從而促進糞便嘅濕潤同排泄。
而肉鬆茸入邊含嘅水性膠質咧，係潤腸通便嘅主要成分嚟嘅。咁喺我做學生嗰時咧，跟我個老師有一天開診嚟咗一個病人，咧佢係一個陽虛嘅病人，腎虛、陽虛，所以咧就喺佢開個處方入邊咧，特別指出要加上肉鬆茸呢味嘅。中醫有一句話係肺同大腸係相表裏，呢個病人咧由於幾日冇大便，所以咧佢個大便唔通咧就頂住個格，所以唞氣唔順咯。咁如果將個大便通咗之後咧，病人唞氣順咗，咪一身都精神晒咯。800年前，肉苁蓉從天而降；800年後，佢又重遊天際。2002年12月30日，以8克梭梭種、98克肉苁蓉種，再搭神舟4號飛船，繞行地球軌道6天18小時後，響2003年1月5日返回地面。目前呢啲太空種子終於響中國內蒙古嘅阿拉善地區收成正果。雖然天賦神奇嘅力量，但係肉苁蓉以及佢所寄生嘅植物梭梭樹，目前卻面臨住巨大嘅生存危機。嗱，我身後呢片咧就係梭梭樹啦。咁肉苁蓉呢個藥咧就係寄生喺梭梭樹嘅上邊噶。咁佢個野生嘅肉苁蓉咧，佢係嗰啲種子啊係隨風飄揚嘅，然後一旦落喺個地下邊咧，佢就緊揸住梭梭樹個根咧，就迅速蔓延噶啦。梭梭係樹中嘅苗條淑女，身高一般響1至3米左右。成年嘅老梭梭最高可以達到5至10米，腰圍就只係得50至70厘米。梭梭嘅枝條雖然係光禿禿，但係佢都有光彩照人嘅時候。每年4月底至到5月初，梭梭都會綻放出淡黃色嘅美麗花朵，花細小而繁多，花期稍縱即逝，遠睇就好似迎春嘅臘梅。梭梭嘅種子只能夠活幾小時，係世界上發芽最快、壽命最短嘅種子。只要得到一點點水，響2至3小時之內就會生根發芽。據說佢成長之後，佢嘅樹幹就好似鋼鐵一樣，連斧頭都難將佢斬斷。梭梭樹呢個名好得意啊！嗬啊，究竟佢有啲咩特別嘅咧？梭梭係一種獨特嘅沙漠灌木，佢內乾旱、內風沙、內嚴寒、內鹽鹼，有住頑強嘅生命力，壽命可以達到100年以上。普通梭梭響我國西北各地嘅沙漠戈壁上都比較常見。梭梭樹本身嘅生長咧就已經係充滿傳奇啦。不過佢最具魅力嘅咧就係有一種啊，係只有靠佢先至能夠喺呢個世界上生存嘅嘢。肉苁蓉係地中海殘為植物，對於研究亞洲中部荒漠植物具有一定嘅科學價值。佢都具有較高嘅經濟價值，全草都能夠入藥，有沙漠人參之稱。亦都因此，佢被濫採濫挖嘅情況日益嚴重。為咗能夠得到一棵肉苁蓉，採挖者不惜向梭梭根部挖出2米多深嘅大洞，使得梭梭根部暴露在外。咁樣挖一棵肉苁蓉就會造成一棵梭梭樹嘅死亡。唐代詩人王維奉唐玄宗之名出塞訪察軍情嘅時候，寫低咗「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」嘅千古絕唱。時隔1000年，當日嘅烽火台猶在，可惜烽煙不再。歷史回歸到時間嘅深處，大唐盛世嘅繁華，如同當日烽煙，寥寥不見於大漠浩瀚嘅空際。長河依然融入咗1000年嘅風沙，安靜如昔。火紅嘅落日，同1000多年前一樣，透過天空嘅灰蒙，柔和地映照住歷史同埋現實嘅長河。靜默嘅黃河旁，係依然望住採摘枸杞子嘅藥農。千百年嚟，無論現實點樣洗滌歷史，人們依然喺呢塊土地上安靜地過住平凡而踏實嘅生活。下一節，我哋為大家介紹生長寧夏鍾靈一種名聞世界嘅藥材，既有養生抗老之效，又有治病救人之用，千祈唔好走開。